面，阮亲近你话语，互阮会当明白，嘛会当行会出来，拢是靠你的气力、甲慈悲稳定。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咱选这段经文吼，今天这段经文，伫使徒行传第2章，吼，记载耶稣家的学生，因为加利利受吩咐，耶稣讲恁要去耶路撒冷听候，因伫耶路撒冷。祈祷的时阵，啥物代志发生？各位兄弟，how多应验的？因感受到圣神对无？充满了，因开始讲别国的话，各国的话，how多咱的永恩有偷解圣经，你有听出来无？咱永恩有偷解圣经，你有听到无？来阿美族也进来了。好，这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犹太人伊竟然讲别国的话，因毋捌学过的话，上帝互因讲出别国的话，所讲的内容就是论讲上帝的气力的大能力。其他的人，这听到的人掠做这人酒醉彼得甲其他的使徒就起来讲道这是彼得第一届讲道咱毋通犹豫。彼得伫五六十天进前，伊抑阁是迄个3届安那无认耶稣、无认主的迄个彼得，抑阁是迄个软者，走路的迄个彼得。即摆伊徛伫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大声甲遮个人讲道，讲的内容。竟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代志，竟然就是恁遮犹太人杀死主耶稣基督的代志这就是去有圣神充满了后伊的改变后来，咱好多我大概的讲一遍咱来看这个经文来解说一下。五旬节就是五旬就是50的意思，50五旬节是哪一天之后的50天？各位兄弟。哇，没有，唔对，魔鬼节逾越节以后50天你怎么那么棒？好多我讲国语台语，伊较听有。我都讲台语国语有听，伊听有呢。圣神充满好，这一天又称为七七节好来，咱又看咩是安那是七七节。7749没错这个七七节原本的意思就是很多个礼拜讲2次嘛七七节也日子也正好在逾越节过了以后的50天的第一个主日七七节这部是要创啥的哎呀，这部是咧旧约他们在庆祝丰收的日子另外一个意思是，因在纪念摩西，上帝借着摩西颁发10诫的日子所以各位兄弟，咱来想看卖这天是圣灵降临节，这两个意义拢介适合，就是一个丰收的日子，嘛是上帝的话语伫人的生命里面的日子。所以刚好这2个意涵都很好。圣经有哪记载？是不是讲圣神亲像火，亲像风，充满是不是？敢是安尼写？圣经是不是这样写？个亲像火安尼，伫因大人的头顶，是不是啦？你们那么不了解，我每次问这种问题，答案都是不是啊。很像可是我们的印象是不对的其实伊不是讲圣神亲像风，伊是讲啥？是迄个声亲像风，有无？来注意看圣经，伊安怎讲？伊讲有迄个大声亲像风，充满伫房间，是声是声音再来咧，是火
亲像火的什么火？喙迹，好，所以他这里在讲的不是火，不是风，是什么？是声音跟什么形状？一个形象。因看到舌头亲像火安尼，啊，淋到众人的头顶，因感受到迄大声，吼，伊讲迄个声亲像风安尼，大声，啊会充满房间，因所徛起的房间，是在描述那个声音跟形状。啊，了发生什么代志？因就安那，互圣神充满，啊，圣神充满发生什么代志？开始讲啥？说方言是不是？是不是开始说方言？你们还是不了解我。我说我这样问的时候就是什么？啊，就不是嘛？是说什么？别国的话哈，这个咱今嘛想想迄个方言哈，无啥共款哦。今嘛咱基督教流行的方言怎么讲？流行，咱今嘛基督教流行的方言安怎讲？好，来。啊，都听无就是啊吼。无共款呢。使徒行传记载这个事件，因是讲出别国的话，吼，就那亲像他用恩讲的，因这犹太人开始在讲阿美族话，吼，咱叫阿密斯呢，吼，啊，开始在讲迄个周族的话，吼，讲介一其他因无学过的话，这是圣神会开来，互伊当讲出别款的话，吼。啊，遐个人，就描写讲遐个人安那。讲对的话，就是伊讲天下各国的虔诚的犹太人，什么意思啊？就这犹太人安那，是住伫世界逐所在的犹太人，啊是安怎会走？犹太人是安怎会走世界逐所在？因散居在外地的犹太人，这是什么情形？来看地图。刚好恁知有这个地图，其实恁看袂到。好，他讲了吼，书徒行传记载一个地区吼，他讲了介侪所在的人吼，主要吼是从巴勒斯坦真最中心，吼，为巴勒斯坦的东边讲到西边，吼，啊东边位开始讲，吼，那些地名吼，就是讲进前。亚述帝国把迄个把以色列灭亡了后，把以色列人带去的所在，迄个所在，好那些马代啊那些地方，了伊就开始讲巴比伦帝国把南犹大灭亡以后，把人掠去的所在。啊来就讲到巴勒斯坦本地，啊来讲到下面的南边的埃及，好那一大堆地名。吼，了，伊个讲两个所在，伊咧讲阿拉伯，甲岛，吼，意思是讲沙漠跟海岛，吼，反正伊要甲你讲的是讲世界达四位散居的这些犹太人，吼，因拢转来耶路撒冷，啊，是安怎转来耶路撒冷要创啥？过样子，因这犹太人讲别国的话。一世人住伫外国，啊，即马迄个时阵开始走去耶路撒冷创啊？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大部分的人是转来过节的吼，过哪一个节？逾越节吼，好，这是介者犹太人因一世人上大的愿望，吼，要转去过逾越节吼。好，所以因。拄到这个五旬节的神迹吼，咱来思考，这个五旬节的神迹是一个讲的神迹，还是一个听的神迹？互恁要看卖啊！这个情形是这个外国人听到犹太人咧讲因兜的话，对无？啊，学者有两款的解说。伊讲犹太人其实是讲共款的话啦，因家己的话啦。啊，毋过吼，这个无共款国的人听起来听做啥物？因家己的话。吼，
啊，另外一款的解释就咱较亲像咱传统的讲法，就是这犹太人因讲出来的话，就是什么话？无共款大国的话。恁感觉这一款的解释，恁要接受？是讲的还是听的？听的真正还是讲的真正？哈？是讲的听的，听的。所以我即马讲一款话，不管你啥物人拢听有就是啦。这意思是无？茫是安尼。今日咱的礼拜有几种的语言？至少3种对无？吼，搁有迄个国语台湾话对无？我讲的就是国语台湾话啦。好，这学生去有信心充满了后，因所讲的别国的话的内容什么话会去一遍？他们说了各种不同国家的话，可是内容是什么？上重要的呢，最重要因的内容什么话？他们讲不同的话，不过是讲同款的代志。因讲什么代志？上帝什么话？大的作为，对不？是不是？所以咱来到这停一下吼，来看前面所有的经文在讲的信心的溃烂，凸显有3个方面。第一方面讲声对不？会去一遍。声亲像什么话？风充满。讲下这那个音乐吼是艺术内面吼上强的，你知影意思？什么意思？你知无？声音啊，音乐是艺术里面最强的，比画画强，比雕刻强。不要不服气啊，那个传道啊，他是美术的哈。音乐最强，为什么？那个图画在那里吼。无论安怎水吼，你若无爱去甲看，敢会甲你影响到？袂啊！雕刻在那里，无管伊刻得偌好，你莫去甲欣赏，敢会影响到你？袂啊！迄音乐吼，你无爱听吼，伊嘛是安那？伊嘛是走去你的耳孔内面吼。声音是很强的影响力的吼，所以伊讲。他这样描述是有道理的。伊讲信心亲像声安那，迄充满你走袂去啊。声的充满同款吼，圣灵的充满吼，如风一样啊，充满起来。好，来，伊讲迄个喙齿的形状是什么？火焰，那会安尼洁净的能力。第3个现象。就比较不明显，不过嘛是介重要，就是讲这个现行的彰显伊的扩大是宇宙性，是多样性的。用无同款的言语来表明伊要讲的话。有时候常常咱基督徒的把现行经验的太单一了，想过把圣灵的力量单一化那个多样性不见，即马盖者灵恩派若去牧师蒙咧，拢安那倒落敢若一样向后倒对不？这个圣灵那个多样性不见了迄若我甲恁蒙你可能会喷起来也是变过，也是桥本道无共款，毋则是伊的多样性也是讲无同安尼可是现在我们。想象的被圣灵感动，都只有单一性这种怪的表现所以咱看到这3个方面伊的充满是互你走袂去的伊是性格的伊是多样性，是宇宙性多样性的所以有学者在讲这个事件，五旬节这个事件甲旧约有一个事件多好相反，来猜猜看。旧约发生一件什么事件？伊讲到这个五旬节，信心充满这的学生的这个表现，刚好相反。什么？倒一个巴别塔巴别塔的事件的翻转。巴别塔会记什么代志无？迄阵是什么时阵的人？
是考试吼，是挪亚进前的代志啊，是挪亚以后的代志。挪亚进前的代志啊，挪亚以后的代志。以后也是进前啊。啊，第二以后吼，这是挪亚方舟以后的事情哦。人个愈生愈多啊哦吼，啊因吼，哇，圣经描写因这厉害吼，啊因即马吼。想到要起一个巴别塔，要创啥？盖巴别塔是要干什么？哈？要干嘛？盖巴别塔要干嘛？台湾人去101是要创啥？要看风景哦。啦，要看风景，爬去玉山就好了，对不？哈，伤忝哦，坐电梯较近是无？台湾人去101要创啥？啥要拼101？要放烟火哦！地标哈，要炫耀咱台湾人啊呐！哦，世界第一个建筑物呢，世界第一呢，咱世界第一坐偌久？2档哦，2档都无去啊吼，所以吼，看101可不可以违章建筑一下？违章建筑也当安那？更加管哦，苏长老有没有可能？101给他违章建筑，更加气气的，讲图画管得好啦哈，讲图画管得好。巴别塔的事件，咱来分析一下哈。本来因是讲同款的语言对不？上帝甲因安那拍散因的语言，煞变做因无法度沟通啊。甲恁狗仔无哪沟通共款对无吼？本来是讲共款的语言，煞变做无共款，总无法度沟通，总无法度去做起落去啊吼！迄个巴别塔起一半就无法度。毋过今日的事件咧，五旬节的事件是安那？讲安那？无共款的语言吼，所以他说是个翻转。毋过不只是安尼吼，巴别塔的事件啊，伊是要展现人的伟大，对无？要去这个巴别塔展现自己很棒，毋过伫遮甲你五旬节，因无共款的话，讲共款的内容是啥物货？上帝的大作为，这就是圣灵的力量把原本伫巴别塔人分散的甲组织起来，要来成就水的事件，成就水的代志，所以才有一个现象就是各位兄弟，当咱看到神迹的时阵其实大家去思考一寡代志。你看五旬节这个神迹，当边仔这个敬虔的犹太人，为达国回来犹太人，看到这个人，这些土犹太人呐，土加利利人加利利人伫迄个整个犹太人的版图内面所大的所在加利利是算啥？偏乡，知无？很偏乡，要安怎讲？迄若台湾的青球队，真卡的队，台湾青球队，台东。这样最上好是无台东的人亲像有才有花莲的亲像台东安尼偏乡这个人。竟然走来台北，佫讲什么话？讲出什么话？说出法语，西班牙话讲啊好讲啊，佫安尼做练凳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话？听到的人反应讲，这一定是安那啉酒醉去啊凊彩黑白讲你掠做我听无法语黑白讲去啊神迹会发生，要有2个事件，要有圣经第一个，不要轻视，不要轻视，唔通看轻。神迹，你拄到神迹的时阵，迄心态唔通看轻。第二个，就是彼得因所表现的，爱安那，爱解说。神迹的发生，各位兄弟，咱若拄到神迹的发生。第一，唔通看轻；第二，爱解说。你看彼得因安怎解说？
彼得讲，正人我甲恁讲，你唔通掠做因是啉酒醉，唔是哦。彼得用约珥书，用圣经的话来解说神迹，好，用圣经的话来解释这个神迹，好，这是咱即马做基督徒在面对神迹无做到的代志，好，神迹那伫约翰福音的叙事内面，吼。伊会去强调神迹诶，什么回事知无？这是使徒行传啦，哈。我来讲，伊那伫约翰福音内面讲到的神迹，就是 sign， 就是记号的意思。神迹就等于是记号，上帝要放一个记号。台语安怎讲？记号。你们是硬翻的啊？记号吼。上帝放一个记号伫人的中间，你看到这个记号，你爱知影什么话？这就是问题哦。你看到上帝的记号，你知道什么？好，来，今麦你开车开卡迷路走迷路，跟我一样迷路了，看到一个牌啊。黑白亚电盲虾画一个箭头往前面画，然后说离台北50公里，穷远啊，5公里。那这个记号什么意思？哈，这个记号跟你讲啥？你离来台北安那5公里，你到未？到未啦？未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记号，你就介清楚。前行5公里就是啥货？台北啊！你本来找无时阵，这行下对无？你即摆看到这个牌啊，很有信心了嘛？你是不是会留下来就抱着牌子？我好喜欢这个牌子哦！好，感谢你告诉我台北快到了，我就留下来就抱着牌子，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记号本身是不是重点？唔是呢，迄个记号所讲出来迄个内容，确实重点嘛，是不是？是不是？讲兄弟，今日你若看到神迹，你看到一个神迹，重点在什么？重点是这个神迹要甲你讲什么话，是不是？还是这个神迹本身？我今日脚去闹着，袂行路。哇！上帝的神迹，互我的脚会行，重点是对。上帝医治我，重点是我的脚会行，对无？唔是啊，重点是我的脚会行，重点是我脚会行是要创什么货？好，这就是咱咧面对神迹，咱的心态。咱即马做吼，基督徒咧传福音。都是用神机骑士在传福音，传福音讲，你哪来信耶稣？你安那？你的倒脚会甲你的正脚白长，你们听过哦？你不晓得，你们都长短脚吗？长底脚用这啲吸引人来信耶稣。其实各位兄弟，这款的想法就是甲好多咧揽迄个共款，揽什么？来，迄个牌啊，共款，你袂当停伫迄个神迹，你唔通停伫迄个神迹。神迹存在意义是什么？做证明，要作证。好，咱转来今日使徒行传第2章今日的事件，因遮的人有拄着神迹无？有无？彼得徛起来解说这个神迹，伊用约珥书来解说这个神迹。上尾伊讲一句话。伊讲啥物话？既然安那求救上帝人，拢要安那得到救。这个才是整个神迹的重点。各位兄弟，你若看《使徒行传》第2章看到家，你的印象只是什么？这些学生会晓讲什么？讲别国的话。你讲安尼袂歹呢，我即马要来，
黄芳要去美国留学了，不会讲英语，就被圣灵怎么样？充满一下，为期2年就好了。你要甲圣灵充满我会当2当讲英语就好啊，安尼。好，我今麦去美国2当讲了回来，你是不是去2年？你是不是去2年呐、你今麦听无我？你是不是去2当？对啦，对啊哈，所以今麦黄芳就祷告圣灵充满，我要怎么样？2年会讲英语，然后就去读书回来，刚好2年得到读完学位回来就不会讲英语，是这个样子吗？是不是啦？你是安怎看待你的神迹的？哈，还是纯语要搬歌戏？讲哇，即马要搬歌戏，台语袂认得，互圣神充满一下，我会晓讲啥？我心骑白马啊！哈，过3关吼，哇！反正你要讲什么话，就跟圣灵祷告一下，圣灵充满。各位兄弟，咱若看《使徒行传》第2章。看伊的记载了，咱的印象，敢若天地讲，去互圣神充满了，会晓讲别国的话。那我们抓错重点，去互圣神充满了，会晓讲别国的话，重点是要指明讲，因讲的是对上帝来的。阮即马必得要传讲的福音是对上帝来的。你爱了解。见若求叫主的名的人，就安那得到救。这拢犹太人哦，这些都是犹太人哦。犹太人有认捌上帝无？有无？不过因抑阁唔知影耶稣就是基督。好，所以彼得这个时阵徛起来，就是要讲这个话。恁爱知影，这个求叫主，不只是恁旧约演过讲的耶和华上帝。即马这个主嘛是啥物人？嘛是啥物人？嘛是耶稣基督。各位兄弟，咱2000当、2000多当以后，即马咱有信者无？有无啦？恁知影咱摆这椅啊，几个人摆？你知无？都是老弱妇孺嘞，还有高血压哦，有啦，好多。团的抗议啊！你是富啊？有贬义哦，没有啦。我说我包括啊，对，上老是科研技术，我上老。你知影这椅仔偌重？这是真正，你知无？我竟然拢无想到伊哦，这是真正嘞吼。这胖位对来，这不是新价啦，这是 Costco 买的。对，上重要的，这是摇轮做的。摇轮做这几个？哦，这边都是哈，看起来跟 Costco 无同款的，迄就是摇轮做的。好，各位兄弟啊。咱若细心的去思考、体会，其实咱的生命里面充满上帝心者伫咱的生命里面。不过重点不是这个心者，重点是咱抓牢这个心者，咱的生命要安怎坚强、安怎坚固、安怎继续往前。虽然你看袂到、看袂清楚，虽然你有惊吓，虽然你无把握。咱来想想这个温度，耶稣死偌久？各位兄做，各位兄弟，迄个耶稣死偌久啦？五旬这个时阵，耶稣死偌久？什么3天？五旬这个时阵，耶稣死偌久嘛？就50天呐、为什么还53？逾越节呢？到今天呢？逾越节就50天嘛，对不？不到50天啦，40几天、50天了哈。
本来这个学生是安怎？走到哪飞咧，对无？吼，敢承认家己是耶稣的学生无？唔敢呢。啊，结果伊即马来到首都呢，